大举朗读千家诗，我稍微推广协会制作王思良音图，英才文教基金会赞助，积极作者朱淑静，竹摇清影斗油葱，两用时琴凑色容。下曲海动灰烬时，困林天气日初中。有人为钱拼生拼死，有人认为呢，钱财并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。作者朱淑静文学道学才华过人，偏偏历尽斗金的红婿呢，对文采却是一窍不通。所以红某两个人呢，真真正正是相处如宾。读过一顶首，起码我在读这首呢，你就发现讲，其中羡慕数不尽的寂寞，甲个幽怨，竹摇清影斗油葱。这个汤里呢，是规房内底呢，看对外面出的视觉，加上这个忧，我再有规排电影来摇引，伫寂寞的人的心中呢，是更加袂凝视。两两时琴错色容，窗外夕阳西斜，成双成对的鸟只也卿卿我我，莺莺和鸣。也毋过呢，看伫作者的目睭内，是又欣羡又惋妒，同的耳孔中呢，更加是烦躁不安。写叫海动灰烬时，这个时节呢，海动的花也已经谢落，连零零落落的柳树呢，也已经飞尽了。这句毋能够点明时光流逝，春尽夏至，花谢落土，内心情绪呢，更加落寞凄凄。困林天气日初中，本来都无什么伤心乐事可言，奈咱热天的闷热呢，竟然令人身心的疲困。加上日时啊呢，一天比一天夜过长，一天比一天更加孤寂难耐，毋知要怎样来度过呢？最后一句，将头前三句来贯穿，使景物甲心境融成一体，也充分展现美妙的词语，如油汤的油，错色容的错，困林那日初中等。迄种观察入微描述传神，真正不愧是南宋红魔灵觉杰出的李诗人。来，咱搁再来复诵一遍：竹摇清影斗油葱，两用时琴错色容。写曲海动灰烬时，困人天气日初中。千家诗小研究，一史讲强进修，读书快乐哦。